继续来看台北市中小学的相声比赛。这2天总共有97位的选手，33间的学校来参加。这个学生就台演出，拢真有架势。常识要看电视，没看电视要逛夜市，没逛夜市那就进教室。你在说什么？ 发音标准计时十足，来自立庆国小，分别是6年级、3年级的小小参赛者，上台搭喙鼓内容讲到，激励超马歌手林义坚，要拼台北中小学年度搭喙鼓比赛内面摕一个好成绩。要这对来自维格小学的4年级学生，台语、英语、日语拢无问题。 Good morning， 这儿简单，骨头摸你 ，Are you kidding？ 你是凯蒂吗？要参加比赛的人，打扮做古代的人，早起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上场比赛，透过5分钟的搭喙鼓，将平时伫学校内面的训练，针对国际教育完全的发挥。想办法要克服紧张，呼吸、吐气、深呼吸、吐气，来平静心情。表演耍要老师随讲评。 一个站这边，2个人隔空喊话：“哎，你们是搭档，不是仇人，好吗？”比赛已经连续办15年啊，就是要和介意搭喙鼓的囡仔透过比赛训练口才，也有临场的反应。